无虾米讲台语的机会。今仔日若学一寡物件转去，会感觉讲啊，这个通过户莫共领体型人，会无？虾米？好无？你讲好无？好。我安尼讲好，好，这做单日蛮烦恼吼。伊讲伊若学着，囡仔无要领钱。听讲你身体无好，阿爸休困。安尼啦，你个听会落袂啦？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这制作单位理由啦，拢讲身体无好，叫广告无好去啦。对啊，而且足奇怪哦。啊，因为你录影迄讲有哦，啊身体好好好，啊讲你过工就身体无好没有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，欢迎做主持人彭恰恰。感谢，大家一直花，骹手拢袂错，多谢，哇！这个敢若规团人伫咧花这个现场，非常的欢喜。有像这个白马王子无？对啦，哎，咱请出来袂属于下环的啦，先生。下环呢？下环我是王先啊。心桥北北走三关，哎呀，该我所以假骂完。别讲了哦。全世界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彭恰恰，欢迎收看咱全国上较气质的电视台。公共电视台，这个节目是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。当然，来学习也好，来大家共同交流也好，拢总好，咱个台语的水给流传落去。因为这个物件是咱上好的传统的文化，袂使无去。现场需要一位台语文的专家，欢迎郑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听因讲话会领讲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是啦，听到因讲话真正会掠讲，因为即摆少年家要讲台语真正有困难。我做人民交我一个真好的这个同伴吼，阮做伙咧做节目的，迄个人面生了不离啊，什么意思？伊叫做柯浩顺。哎呦，阮两个号称叫做儿童的组合啦。会晓拍麻将朋友知影儿童死死格格嘛，知啊。中2粒圆的，所以阮两个是儿童的组合。阮两个呢，伊叫我6岁，我今年64，伊58。甲加起来两个都122岁，这是什么款的概念？我两个坐伫伊的工作室内底，坐伫迄个国小的移动椅啊，坐伫椅啊，伊看我，我看伊，两眼对两眼，目屎是蓝水啊！哎，想做啊！伊会听风，我会咁要中风。两个人讲，咱这个年纪，咱到底是要安怎嚟讲？无论如何，爱坚持好条咧。阮两个感慨了，写了12字啦，吼。哇！山中无儿童，无儿童，山中无日无日日，无日日，山中无日日。寒尽寒字怎你也叫？寒尽无。寒尽不敌你，哎呀，山中无腊日，寒尽不敌连。哦，这真正咱是一种生活的境界。是啦，逐工欢欢喜喜过日子，拢无需要为什么物件来操烦。是安尼，是毋是我有要退休的感觉？这应该是你是在享受人生啦。哎呦，嘛有可能是去养老院啊。是这个境界嘛？经过老师的解说就是无共款，这是人生吼终其尾所要追求的境界。咱请这个查某囡仔你念一遍来。山中无日日，寒尽唔知年，是不是还不错？算袂歹啦。今仔日唔代表安怎进行。好，大家初步已经了解到今仔日来宾台语的水准。麻烦你用台语自我介绍一番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莫我紧张。是
阿蹦，阿蹦阿蹦，阿蹦不是蹦一蹦蹦，蹦蹦。嘿，我上介意的就是运动，就是游泳。吼，啊个最近我瘦诚济，吼，因为我即摆咧减肥啦。嘿，希望今仔日大家看到碰过，看到我，看到大家，今仔日过了足欢喜。感谢。你身为一个主持人，你嘛有主持偌间节目嘛？那会讲遐短咧？因为讲落去就袂晓讲。你是用什么方法减肥？我是用迄落食爱控制啦，运动，嘿，什么款的运动？你讲拄啊讲我有去迄落游泳啦，游泳，我拢讲游水啦。我较早甲老师研究过，讲伊少年讲游泳。你少年是游泳啊，咱两个是去溪仔边游水的。咱两个看水尔，咱两个游水，你骹蒙拉蒙洗骹就好啊。以早啦，咱细汉的时阵啊，咱人迄运动鱼啊无，来甲你加来甲拖咧。我讲你烧酒来去安就好啊。哦，哪甲你打溪。嘿啦，进前听讲有捌过钓过什么款的镜头？钓界啊，钓界什物件？淋巴要安怎讲我毋知影，就是像碰过讲。读做癌毋是做癌，真诶假？真诶啊，哎呦，恶性的啊，恶性就是癌啊，癌啦，癌嘛。结果着这作息吼生活，真正会较早困的，较早拢拍伊哦，暗时拢无法度困嘛。字啊拢颠倒，当然啦。结果长时间久了以后，身体就歹去啊。哟，忙安。趁的钱无拢去看医生。哟，摕借我就好啊。拢恢复了好势。好。哦，即摆袂歹，身体状况。过一下。第4年啦。哦，第4年，对。爱保重。国家需要你。你真诶好人才，会演、会搬、会主持啊，逐项个安尼。哦，迄个做迄个什么，迄个饼啊，迄个无，迄个戏剧，拢靠你一个呢。无啦，其他拢袂好过一个。每一个人你拢安尼讲嘛。你若知，你无得是着。讲到你，我就怨叹呢。是安那？哦，咱就一条冤仇，我是足不爱甲你算的。咱两个有冤仇。冤仇带动咧。哎。另外一台，你会记得有一个7点半的节目，恁规个去遐做，有点我用想到啊，这件代志。这温暖有无？无，这毋是算恩怨，这是算讲我是听讲你身体无好，被休困。安尼啦，你个听的落尾啦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这制作单位理由啦，拢讲身体无好，叫讲到无好去啦。对啊，而且足奇怪哦。因为你录影迄天有哦，身体好好，讲你过工身体无好，袂用。哪安尼啊？个亚兰姐嘛吼，陈阿兰嘛，小生嘛，阮两个主持的节目，向甲我讲，这礼拜毋免录影，向讲后礼拜要去录影，我就感觉怪奇啊，到底什么情形？拄因迄节目咧，红甲变过。电视台想讲换这少年来主持，但是因毋敢甲两个老的讲，所以就安尼，阮两个就安尼怎无到哦，原来是，但是这是俏谈嘛啦，讲笑过啦吼，就是讲少年人应该出头，真好，感谢你甲我签条。无啦。我听懂啊。听懂啊，听死我啦！对啊，我是听万里啦，你是海底见啦，九洞见八见，你听啦九洞是好呀。我刚才听懂啊。听懂啊。你你要注意等你去放情啊！你唱的碰过的鸡毛。我捌着碰过的鸡毛。碰过无迄个物件啦。无啦。对你哦，用台语自我介绍。好。好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怡。你哪怡就对了。李怡。好，过来。我以前是模特儿。模特路啦。这个模特儿。对。模特儿毋是模特。模特哦，模特还无共哦，模特儿其实是后壁迄个敢若外来语啊吼，再直接model 好过就好啊。model，对 model。先行一下好无？先行。先行。行行带包啦。
碰过帮你叫客人食，叫你先。行讲你会使去领钱先行啊，行去倒位？行大埔啦。哦，行大埔哦，行大埔会使啊。哦，你讲的我唔会相信嘛，好好好，我是无底。我的，来，妙的，来介绍咱新进的 model 李小姐来请了。哎，专业。还起码介绍啊吼，这款介绍啊吼，这款如果有系做谁那个卡，还是我会使，我想要打你的肩啊！肩啊，练肩啦，练肩，肩啊，不是你家哎，肩啊你，肩你遐肩啊，你袂歹，遐济遐济。多谢啊！来，迄个雅雅老师啊，嘿雅雅同啊，苏人无注定往你行者，水，冲来，没有的。碰着来，来碰着肩。所以，赞，赞，专业的，这所以跟体格无关系嘛，吼。对哦来，但是还袂刷咧，刷啊袂刷咧，刷无我你刷我不爱刷，刷介绍，哦，介绍自介是无？好来这个啊，这个啊，可能爱去啊，可能爱去啊，这届啊，介绍，介绍，我介绍我是我困去的是讲是12点以前，哦，我是点进前，好宝宝，好宝宝。好宝宝，伊台语吼，真正是吼，迄个吼，啊，所以伊今仔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，尽量大家莫见怪听无，阮就尽量拍较听，大家有志，大家有无？你过去捌对过主持人无？有什么人？歌家，我给，哎，歌阿兄，歌阿兄，我阿兄啦，吼，我阿兄你讲是我哥啦，对对，歌阿兄，伊拢无教你台语嘛，拢无教你教。无诶，我细汉的时阵拢无讲台语。有人甲你教过台语，第一届教啥物无？洗身躯，细身像甲你躯，讲要洗身躯的，我妈，哦，我妈妈，大家拢错一大家看一个，真紧张，真紧张。有敏感的，食饭啊，洗身躯啊，哦，你袂使看电视啊，哦，你腰手那铺啊，哎，你妈妈还咧甲你讲有什么？甲你讲白菜，对啊，不，腰手那铺啊，尻川挺空空，你是像个教啊，像个教即款尔。有人讲你水无？捌有人甲你讲过无？讲我嘿啊，安怎？生了水无？生呀水哦，有无？有吧？你家己都无相信？有吧？亲朋好友都会讲。迄是大家客气，伊都讲亲朋戚友啦，亲朋戚友会甲学落伊生了水。对，邻家的嘛会使。哦，碰到我感觉我听恁咧访问最像一个当机一个倒头。厝边，啊，厝边啊，嘛甲你学落就对。书的意思是安尼啦，书对，书的意思是安尼无。啊，你平常时是干那迄个做节目啊，有啥物欢喜的啥物无？就是去各个家务，各个家务。就是节目安尼。对。对啦，啊，无讲台语，讲台语机会较少就对啦。对，无啥物讲台语的机会。哦，今仔日若学一寡物件转去，会感觉讲啊，这个通过费莫共领退人会无？啥物？好无？你讲好无？好。好，安尼讲好啊！好，这做单位蛮烦恼啊吼。如果伊若学着，囡仔无要领钱吼。哎，那我们骗去安尼吼，真简单的吼。
哦，来一个心一个，不是心一个，是性一个。心是心渣的心，无共款。合嘴甲开。我也这个侦查高手，你要了解。你伊第一名就小可有问题啊。这个老师伊名第一到底咩读？因两个吼拢是甲历史人物有关系哦。迄个边迄个叫榜官，榜官。榜官迄是榜，所以你姓榜。孙膑甲榜官。孙膑甲榜官，啊，这是礼义。礼爱读第三条礼义。所以咱以前拢普通时啊讲拢谈着变司马懿，其实应该是司马懿，司马懿。所以这两个拢甲历史人物有关系啦。现在考一下，这个大家程度如何？哎呦，对一种人，互你感觉我足袂爽快，我看到你，就迄种人，哦，哇，了解哦。迄个性哦，好。什么人互你真袂爽？我感觉南南人我真袂爽。南南。什么人互你真袂爽？泰国人我真袂爽。泰国人迄个无啥是身躯啊。来，什么人互你真袂爽？讲白春车的人，哎呦，讲哎呦，袂春车，讲白春车，你会晓讲这款就算你厉害。你还要存家呢？就是讲袂好，讲袂春车。讲白春车，赞，听袂到。什么款人互你看了真袂爽快？北方的人，北方的人，什么人互你看了袂爽快？我讲生计能无，放假使有的人，哦，不了解。哎呦，都没安尼对啊，安尼对。什么款人看你袂爽快？我讲骄傲的人看了袂爽快。骄傲吼，骄傲。台语真少直翻骄傲啦吼，老师。看悬无看低，哦，激一个心仔气，哦，你咯，心啊，激一个心啊激一个心仔气，激一个心啊气。敢若人心食真心激一个心啊气哦。行嘛。我讲看到激一个心啊气的人，互我就袂爽的。我才等。好，水，来。什么款人互你真袂爽快？古某的人互我袂爽快。什么人袂互你袂爽快啊？有种人啊，北京腔嘛是北京，啊不是，牛腔啊北京嘛是，牛腔啊北京嘛是牛的人。哦，真等。不知。你们不要等啊，哦，就是顾一个人啦，对，袂变巧啦。袂哦，变袂变桥的人哦，袂变桥。什么款人会看到袂爽快啊？啊，袂去互人我袂爽快。袂变巧，袂变巧。什么款人啊？你看到袂爽快啊？老饭店的人。无，我比头前，我是拄啊咧头前比头前你头前才两个，你比到倒都唔对哦。我比这。啊，你无闹，差一度，差足济啊！我你讲哦。差足济。什么款人会看到袂爽快啊？假鬼假怪的人，哦，哎，什么款人互你看到袂爽快啊？无心意的人，无心意的人免讲啦，你硬要袂啊？什么款人会看到袂爽快啊？无洗身躯的泰国人，无洗身躯，生活习惯无好啦。碰人家都在洗身躯的典故。泰国人泰国泰国人拄就讲哦对，我讲一摆，什么款人互你看到袂爽快啊？无时间观念的人，无时间观念的人哟，对，是的啦。无准时的啦。无准时的人，差不多啦。什么款人我看到袂爽快？大面型的人，大面神的人，大面神无人请你家己来，大面神来家己。什么款人我看到袂爽快啊？无头毛，我啥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还有东而爱，卖出去，卖出去，你别好朋友啊！刚洗头洗身躯咯。卖出去。啊，我唔知，无头毛买洗头。有啊，我有当洗面洗个洗头啊。啊，卖出去，啊我呐。你讲的上紧啊！哈，你搞清楚啊！你讲的是假薄，什么款人我看到袂爽快啊？假薄的人，什么款人我看到袂爽快啊？爱洗性地，洗性地，洗性地，什么款人我看到袂爽快？什么款的人呢？我想看卖哦。什么款的人呢？较上草的人。较上草的人，有骹烧，臭骹烧，臭骹烧，迄叫做臭骹烧，因你鼻尿迄个，吼，啊有安入人的厝内面烫鞋啊，像我都唔敢入去人的厝内，你要鼻看卖无？什么？
唔通啊！虾米？你讲啥？无，你唔知影都，准拄好，准拄好，准你拄好。我知你意思你。靠叉哦，要不你卡叉哦，你卡叉哦，你会使嗰個涂骹啃啊，你会使乱闹啃。你即摆疼啦。买啦，佢规斤走了了就麻烦了。哦，嘛是啦，对啦，无啊好啦，连讲我再卖去恁兜，好吧？好好，可以引导。去阮兜，什么可能？我你看能袂爽快。无尻川的人，无，你都无卡针的人。无尻川啊，什么意思有的人就是爱讲大话有无？啊，就无尻川就对。他这个被假夜下哎，你食迄下游啊？怎么讲一下油啦？安尼叫做无卡针吗？老师？较无安尼讲啦，嗯，应该是讲无担当啦，歹叫笑啦，迄种啦。无担当。哦，无担无当。担当，无卡称无担当。怎么可能？我你看能袂爽快的啦？无担当，无担当的人，水水。什么可能？我你看能袂爽快的？无孝顺的人，无孝顺哦，无友好的人。无友好，无友好的人，必先后为先，对，你念者？变身好为先，变身。再过一摆，过一摆，友好，必先后为先。变身好为先，好，人一定要友好，友好是本，本友好的人袂变歹。对，最后一条，好，什么可能会看到袂爽快啊？是啥物款呢？我想看卖哦，会使赞你哦。就爱骗人的人，好，就爱骗人的人，就爱骗人的，就是迄个讲白话啦。嗯，讲白话啦对对对对，真好真好，咱来小气讲了好。伫一间办公室内底呢，这个办公室吼，为着要准备一个暗会吼，大家无闲试差啦，状况问题一大堆啦，刷来吼，会发生啥物代志吼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喂，歹势啊！我是办迄个暗会的迄个房的啊吼，我甲你讲哦，阮临时吼，佮要爱一个车位啊，敢有法度啊？哈？什么声音？是安尼啦，我咧办暗会哦，要分迄个机位啊啦，吼，拜托诶，紧甲我处理一下吼，多谢，唉，对啊，李小姐。我之前甲你讲过哦，迄个唱片公司吼，有讲迄办咧暗会时阵要唱歌哦，你内底迄歌拢有合约啦，若黑白唱哦，互人知影哦，会罚钱啦。等，啥物？哦，我讲吼，我这歌单吼摕互你的时阵，叫你去查一下，去问一下，即摆问了安怎？哦，啥物啊？你讲啥物？我讲吼，办暗会歌单爱去问唱片公司，无好会红过赔钱，安尼你敢知影？若你即摆无处理好，赔钱算你的哦。算我的，为虾米？我无啊，我无摕到好的啊。你无摕互我，我毋知。所以你即摆无紧到，那是你的代志，又毋是我的。无紧到，无进度啦。无进度。我来讲啦，你也赶紧去办这个代志，无进度我来讲死到吼，罚款你家己处理。为虾米？这代志又毋是我的。就无用的，歹势，这个啦，水姑娘啊，不，这张啦，这张，阮即摆需要倒啊啦，这个倒啊，甲你借一个。好不好？你共你你人上好来招阮啊，好不好？对，外口需要倒啊啦，倒啊啦，嘿，你的手机啊，来，借阮一个啊，这伤重啊，等下，恁两个帮阮斗相共一个，我要去会场遐要赶上去。我两个搁甲你斗相共哦。对啊，做伙，你又不是，我跟你来啦，你又不是当诶，小我做啥物代志呀？神经病。莫弄到我啦。我袂弄着。莫弄我。
反正你的小可无爱去做事。卖弄我哦。你只倒啊？要啥啦？你摕啥物啊？你的倒啊咧？我倒啊吼，啊倒啊有人哦，啊走入来讲要借去啥物，唔知去创啊，啊就搬走去啊。一间办公室连一只倒啊无饲，要咱办公啊，你嘛小啊？哎，上只倒啊来哈，上只倒啊哈，随拖入来。随拖入来好，来随拖入来。哎哎呀，哎，来，哦哦，我们这是阿里山坡来的。对，赞。倒啊，无是要做事啦。来，啊，等下呀，很哪个穿安尼咧变扫啦？对啊，你迄西装看洗到我个西装过来爸爸有咯。当牛咩？对啊，哦，哎啊，你什么时间来的啊？我都无看到你。哦，你足济汉呢，我帮你斗3工擦呢吼。哦，当。擦擦细汉。哦，擦擦的。我唔知。真辛苦诶！啊，你卖坐啊，搁互一个下人去坐啊，吼！我甲你讲啊，公司的大大小小的代志，拢是我坐啦，就是足重要的代志哦，拢是我负责。对啦。伊什么讲啥？你应甲我讲者。哦，师傅的意思是吼，是甲你讲啦吼，你改做一个师兄。伊讲你负债啦，负责啦，爱赶紧去处理去银行处理这代志啦。是啦，应该是安尼。嘿，是不是安尼？伊这查囡仔讲啥，我听有尔啦。伊根本就伫遐咧看迄什么叫，伊就无咧做工课啦。伊拄仔是讲，公司大细项代志拢伊做，我看伊是感觉上班来卡就落来，啊就坐咧遐，就看手机啊。啊，你即款的哦，你款查囡仔吼，我甲你看啦，你这种叫做啥物件咁知？听详细哦。你这查囡仔看悬无看低，我青面的食圆啊，第二句俗语，吃了。哎，都要放下来，所以拖入来啊。得来，来啦，有要串呢啊？好来。等下呀，你哪个穿安尼咧变扫啦？吼，你当看到我有当牛咩？对，你迄西装200-300万，你买安尼啦？当诶，你什么时间来的啊？我拢无看到你诶，啊你来的，那会袂使甲我讲一个啊？哦，你拄仔毋是安尼讲的你哦？足济汉呢，我帮你擦擦呢吼。哦，当啊你口水嘛流下来啊？口水哦，当其诶。实伊甲我这个倒来。哦，你卖做一个代志啦，互伊坐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伊是一个公司的下人啦。啊，我公司有重要的大大小小的代志，拢是我负责的啦。懂？我甲你讲。伊拄仔讲迄什么人使甲翻译者？师傅的意思啊，师兄你来翻译者。哦，头家，伊拄仔甲你讲你银行负责啦，赶紧去处理。你拢听无？伊拄仔意思是讲，伊拢公司的代志拢伊大些拢伊咧做的。我毋是看啊，无啦，你看咧规日大概来上班，你就是手机啊个咧，啊，就是你看迄个有袂得准，大一般边人咧做代志，你也要做工课，我为着对迄边回过，莫甲卡着，你袂记啊？我当时咧，你无看到，我当时就放在咧隔壁啊，听有无？我袂看到你啊。伊这查囡仔看悬无看低，我青面放粉鸟，好拍破啊！这个情形，这个查囡仔看悬无看低，有两句俗语咱都有听到，第一句叫做青面食圆啊。我相信这句大家拢知意思啦，吼。第二句叫做青面放粉鸟。意思要接近啊，要接近哦，所以拄则迄款情形，这查某囡仔拢无咧做代志啊，啊，看着当下来啊，都啊那，产生第一句青面食圆啊，野手无半票。假一啊！我叫阿，好来，恁三个较怪者，志愿规避，咱讲一个，恁三个讲一个，是安怎是要青面食圆啊？青梅嘛，青梅就是目睭唔好。大家拢知。对，目睭唔好，啊，毋过会使食着圆啊。哦，那就代表伊心内底着聪明。
对哎，你最聪明。对。你解释一下。伊讲吼，迄青梅啊，食鱼啊吼，啊内底会灼伤，会有内伤啊，是毋是这个意思？我唔知伊咧讲什么啦。啊，无你代表伊内底丢清楚，他伫啊走清楚对嘛，迄就是心内有数啦。心内有数啦。对啦，大家拢知嘛，迄边迄衫有着青面放粉饺。其实因为吼，青面食伊知影知影是心内有数，啊，毋知我毋知影想到青面要放粉饺，所以我是去变啊。青米，我是感觉青米，无法度放你都看无啊？对啊，啊，你搁去放粉饺，嘿，哎，对，开假搞，假搞歹放粉饺是希望伊个会再转来哦。我是毋知啊，我是放粉饺应该是知影要放去倒位，啊伊个会转来。无啦，就是放粉饺，青梅就是黑白放啊。啊，甲我甲这有啥物关系？和伊无关系啊，阮经阮的尔。哦，你有恁的啦。对，好来阮经阮的。老师，正确的答案。头咱讲到青梅吼，咱台湾俗语有一句讲叫青梅精下九零，这就是讲青梅的人吼，伊做代志较精工，哦啊若下九零吼，做代志较灵巧，所以有时天公伯啊，其实嘛算一种另外的安排啦。你看无，毋过我咧做代志较精工，你袂晓讲话，我咧做代志较灵巧，所以天公伯拢安排好势好势。所以第一句吼，青梅食圆仔，伊虽然看无，毋过伊食几粒。头碰有讲到，迄心内有数，所以对人什么表现，其实伊拢看在眼内，拢清清楚楚，莫甲我骗。啊，另外是讲青梅放粉饺，因为这有时吼，伊看无，你要甲箍倒转来歹箍，所以有时吼，人讲吼，就亲像打沙填海无采工，火烧锅寮就全无梦。所以有时吼，青梅放粉饺就是这样，有气，有气无回，所以。对李小姐的表现，伊拢看在眼内，所以看清清楚楚，所以应该是青梅食圆仔，心内有数，才对啦。你伫咧变哎，欧白啦。哎，你无简单呢。对啊，我听无，啊，毋过我会使意思哦。哎，所以你即摆是听无的。听有，就是听的，毋是足清楚的。看有啦，看有啦，听有，但是毋是足了解啦。跳啦。来，破声拢我以后。吟诗说文真趣味。来，这首叫做《碰风塞》。先甲大家讲，只有减一字哈。哦，这字可能找无字，这字伫遮。这什么字？为什么字恁兜的代志？我嘛唔知什么字，会晓读哈。来，我若叫李小姐读吼，一定哩哩啦啦的。阿棒，麻烦你读一遍。哇！碰风塞，碰风塞，大喙掠西西，有耳无喙，有腹有肚臍，规家行拍，规家咧拍拼，伊煞咧边拍哪念，是毋是？一两三四，恁东哥恁西，讲话亲像什么做，什么你做咪知哦。袂输敢若真厉害，风一吹，跋落水，袂晓收变做死囡仔，是吧？死囡仔。哦，就难的咧，假设我无叫你边仔查囡仔来读好个在，老师拜托你。碰风塞，碰风塞，大喙利西西，有耳有喙，搁有肚臍，大家咧拍拼，伊煞伫咧边仔菜，一两三四，画东搁画西，讲话亲像伫咧做米菜，袂输敢若真厉害，风一吹，跋落水。袂晓收，变做死囡仔知。哎，拍破了。这应该用两较好啦。这两哈，来，感谢老师，谢谢。袂晓收就是收水的这个收伫遮，哦，安尼了解啊？这其实真简单啦吼，几字注意就好啊，喙啦。哦，啊，等你讲节俭一字嘛，就是伊线伫边咧菜，伫咧边菜伫遐无嘢，但是就对了，因为大家咧拍拼嘛，伊边咧菜嘛，哈，真的好来。
来，大家请站起来。就一摆来，靠落去，2、3、4。碰西碰西，大喙利西西，有耳有喙，搁有肚财。大家咧拍拼，伊煞伫咧边仔菜，这2、3、4看东搁看西，讲话亲像伫咧做比赛，袂输干那真厉害，风一吹泼落水，袂晓收，变做死囡仔仔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回继续收看《为山为水为林龙》。今仔日真欢喜哦，来上这个为山为水为林龙的节目。啊，上了以后，我真正是感觉，其实吼，这台语哦，大家拢会晓讲。啊，今卖少年人哦，大家嘛是拢讲甲写叫，但是啊，真正吼，迄发音啊，甲有诶迄落讲话方式，甲音节吼，迄若无共款的时阵哦，啊意就无共吼。我到今卖才知影讲，其实吼，迄是一个真困难的语言。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真正吼，哎，好好来读这咱台湾的真好的语言，台语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一。今晚呢，我终于了解到我一届的名字是安尼念的，对，大家足厉害，我台语唔好，毋过我来这个节目读册，我有学到无共的物件，切面食圆啊，内底有树，我有探到一些知识啦，感谢大家，我的记是。这是台语，台语真正是全世界上难的语言之一哦。拜拜。